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amus 啊。今日嚟到呢個尖沙咀中心，同大家參觀呢個海堤灣嘅示範單位啊。咁我哋喺出發之前，先同大家講講先。如果大家對樓市資訊有興趣啦，或者想睇多啲唔同嘅樓盤片，記得俾 like 同訂閱我頻道啊。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如果一有新片咧，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好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出發。好，我哋先嚟參觀第一個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係452尺嘅兩房開放式廚房嘅間隔。好嗱，呢度係一個開放式廚房啦。你咁樣好啦，我哋有啲牙嘅啦，落下花。景觀設單位所屬城市坐下，以中間建築及環境的應該適用的呢個呢間細房。洗手間呢個係交樓標準嘅。好，跟住到主人房。主人房呢度有個凹位攞嚟做衣櫃位。入咗嚟㗎啦。好啦，大廳。兩個開放式廚房。哦，即係由門口呢度廚房。而家大部分新樓啊，包括你睇嗰啲啟德廚房。好，而家好多新樓都興用呢隻3合1露台啊，咁啊將個冷氣嘅散熱擺埋喺露台出邊啦，咁變咗將來維修就會方便好多。好，單位我哋參觀到嚟呢度。好啦，再嚟我哋參觀第二個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係775尺嘅3房，有一間多用途房。好，先入嚟個單位睇睇先。哦，單位喺呢邊一樣係有個鞋櫃位喺度嘅。呢個發展商隨樓附送㗎啦。咁我哋入嚟廚房望一望先。L 型備餐區。呢度係一個多用途房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就會出去大廳望一望。好啦，一個長廳。好，呢度係第一間細房。洗手間。企缸嘅設計。
好，呢個另外一間細房。跟住我哋入嚟主人房望望，先望咗個洗手間先。係啊。主人房呢度係有個浴缸。好，再嚟就去到主人房啦。主人房有一個 L 型嘅落地玻璃，採光度好足。呢度都係啦，預留咗一個位做一個大嘅衣櫃。好，咁單位我哋參觀到嚟呢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嚟到呢個實用面積599尺嘅3房單位，開放式廚房嘅。咁我哋而家入嚟參觀下。一入屋，好，門後邊都係有個鞋櫃位喺度嘅，雪櫃啦，同一個好長嘅備餐區，跟住一個大廳。好，嗱，我哋先睇第一間細房先。呢間基本上就做唔到睡房啦，攞嚟做書房啦。好，跟住就到洗手間。好，另外一間睡房。設有智能鏡櫃，設計方便貼心。感謝閣下參觀海豚灣第2座 2F38樓第3位的。最後嚟到主人房。歡迎繼續參觀海豚觀察大廳及其他示範單位。本廣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在擁有人的同意下發布。經買方所知的發展項目第13分期及第13地期的預計關鍵日期2027年6月30日。預計關鍵日期是售買按合約所允許的任何年期所兑現。詳情請參略售樓說明書。本物因聲帶內之所有描述參考。好，咁單位參觀到嚟呢度。好啦，嗱，單位咧參觀完啦，睇晒3個示範單位，大家覺得呢度點呢？海堤灣係呢個日出康城嘅最後一期，最臨海嘅地段。平均尺價大概16000幾起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觀下呢個示範單位嘅，可以喺資訊欄裏邊嘅 WhatsApp 連結聯絡我啊。咁今集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